继续来看，伫个校阿姨举办的环太平洋的演习，今仔日正式开始，总共有29个国家来参加，破纪录。美国嘛按照着惯例，出动这个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这只电电之宝，这只航空母舰嘛已经到演习的地点珍珠港，连带嘛来展示着舰顶所在的各种的战机。校阿姨的椰子树真迷人。 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这届环台军演，美军派做代表，长330公尺、10万吨的排水量停伫珍珠港。甲边啊，这只伯克级的驱逐舰比较起来，加真大只，而且佫有武装强大的火力。 舰顶的战斗机有 F-18超级的火头炮、F-35逆装的战机，佫有圆形雷达的 E-2D 先进的鹰眼预警机，各种战斗机会使载90台，以及5600个阿兵军。Just amazing how big it is, and just realizing what there's 6,000 crew that serve aboard that ship, continuing to sustain and promot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those countries as well to come together in peace. 翕相，看到这边的战舰纪念馆，官方估计游客人数有可能为每天5000人，成长到8000人，拢是因为2年1摆的军事演习。 像是我身上穿的这件 T 恤啊，上面就印有这一届环太军演的 logo。那么除了衣服之外，来看到这一区相当可爱的徽章，上面啊这些是有相当具有夏威夷代表性的海龟跟凤梨。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最简单设计的还有这样子的海军鸭舌帽，上面直接印着 NAVY Navy 4个字，戴一下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一顶鸭舌帽，所以代表说这些周边商品呢，也能够让整个环太军演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军武的盛事，更像是一场邀请各国的嘉年华。唔惊无人买，就惊讲你的钱早无遐济，干那开放予军人军舰的这间购物中心，即马唔那美国、阿兵哥、韩国、法国、澳洲各国海军拢来伫遮。 外口是100个国旗，来自全世界29国积极的响应，连这个交通车嘛爱讲一声阿罗哈，环台军演欢迎你。说来热天的夏威夷，就是各项实兵严正，展现各国火力结合的成果。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